Hello 各位球迷朋友，歡迎收睇今集嘅魯明四圍賠率分析。今日我哋要解剖嘅係一場表面睇落平平無奇，但內裏暗藏殺機嘅巴甲大戰，金美奧主場對聖保羅。我開宗明義同大家講，呢場波絕對係一場教科書式嘅陷阱波。好多朋友仔睇完基本數據，再望一望個盤，9成9已經準備衝落去聖保羅嗰邊。如果你係咁諗，咁呢條片你就更加要睇晒佢，因為我會話你知莊家點樣一步一步引緊你落搭。好，我哋先扮一個普通球迷。第一眼望到聖保羅排第8，金美奧排13，聖保羅好似勁啲喎。再睇往績，OK，實力差唔多。咁係咪客隊有些少優勢呢？如果你淨係睇到呢度，少年，你真係太年輕啦。而家我哋要揭開聖保羅快遮醜布。聖保羅傷兵滿營，喺唔同地方揾到嘅資料，聖保羅傷兵可能多達10人，但神奇嘅係好多傳媒冇綜合資訊去報道。再睇下佢哋近況，近10場輸咗6場，狀態差到貼地。咁嘅一支殘兵，仲要作客，你對佢有幾大信心先？反轉頭睇主隊金美奧，雖然佢狀態都唔係話 fit 到爆，但起碼陣容完整，仲有主場之利。歷史上，金美奧喺主場對聖保羅係唔驚你㗎，所以單純計基本實力，金美奧就算唔贏，都起碼立於不敗之地啦，係咪？第二節，莊家嘅完美操盤，好，戲肉嚟啦。既然基本面係主隊佔優，咁點解個盤會咁樣行先？大家睇初盤，莊家開平手盤，甚至有啲開金美奧讓平半，好合理，主隊有優勢嘛。但係跟住發生咩事？啲資金好似發咗癲咁湧去聖保羅嗰邊，個盤口竟然由平手一步一步逆轉到而家變成聖保羅作客讓平手半球，主勝嘅賠率由2.4幾飆到上2.9幾。而客勝就由2.9幾壓到得返2.5幾，你明唔明發生緊咩事？莊家唔單止冇阻止，仲順水推舟，將聖保羅做熱，將佢塑造成為市場上嘅大熱門。呢個就係我想講嘅重點，偽熱門。莊家睇穿咗大部分人只會睇表面排名，唔會深入研究傷兵問題，於是佢哋就利用呢個資訊差，瘋狂咁樣調整個盤口同賠率，製造一個聖保羅好穩嘅假象，目的就係要你哋啲錢全部掟晒落去客隊嗰邊。分析到呢度，結論已經呼之欲出，聖保羅就係莊家放出嚟嘅一隻紙老虎，睇落好勁，一篤就穿。真正嘅投注價值，絕對喺俾市場睇淡嘅主隊金美奧身上。所以我嘅投注策略非常清晰，分3個層次俾大家參考。1. 核心首選最穩陣，金美奧受讓平半，呢個係今場最靚嘅選擇。主場受讓，即係話金美奧贏波我哋全食，和波都贏你半格，輸一球先至輸咋。面對住隊爛船仲有3根釘都冇嘅聖保羅，金美奧主場不敗嘅機會極高，呢個盤口簡直係送分題。2. 進取之選博高賠，直取金美奧主勝。既然我哋睇穿莊家係做熱客隊，咁反手打佢個主勝，個賠率就肥到漏油，由2.4升到成2.9，值博率高到嚇死人。如果你心臟夠大，上刀仔鋸大樹，主勝絕對係不二之選。3. 娛樂輔助總入球細球，聖保羅冇咗主力射手，入波能力大減。金美奧近排都唔係瘋狂入波嘅球隊，兩隊都冇乜本錢，好大機會係一場悶戰，細球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總結一句，唔好俾市場熱度蒙蔽你對眼。呢場波聖保羅大熱必死，跟實我哋嘅分析，企喺莊家嘅對立面，我哋就係贏家。好，今集魯明四圍賠率分析就到呢度。
如果覺得條片幫到你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， 最緊要係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。我哋下場波再見，拜拜。